这个所在所有的管区哦，甲殡仪馆哦，我拢拍过招呼啊。遮所有的生意我拢包啊啦，你免阁少想啊。安娜，你想去台湾市？家己代志你莫阁私底下调查，搞完处理就好。小车还阁细啊，需要你照顾。我希望你想清楚。你敢知影婴仔死啊呢？死者是一个少年查某囡仔，死的时阵无穿衫，因康叫我画一个 X， 甲进前犯案的手法同款。唔知影这个凶手甲张丽失踪敢有关系啊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孔雀鱼。